事关所及，难道就是真的了吗？你这位14爷是位真正的英雄，是大清国的开国英雄。他16岁那年就跟随太宗皇帝远征察哈，因为功勋卓著，被赐号为莫尔根代卿。而后他披肝沥胆，身经百战，直到福宝着你皇阿玛挥师入关，定定中原。那他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阿玛还小，14爷就做了摄政王爷。那时候江山初定，百废待举，他日日夜夜操劳国事，39岁就病死在克拉城。皇上会问我，是谁把这样一个人定断在奸贼？当然是你的皇阿玛。你的皇阿玛就是受了这些小人的挑唆，和那些权臣们的重用。那个苏和萨哈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可皇阿玛怎么会听信他们？那些念想，皇上也曾经有过。自己做了皇上而不能主政，就把气撒在了摄政、辅政的臣子们头上。于是有些小人就看准了这份心思，趁机兴风作浪。更有人惯于落井下石，惯于把别人作为自己的垫脚石。所以人死了，他们都不放过。那年我听到开棺辨识的消息，我的心都要碎。也就从那天起，我在这儿攻上他的这把刀。他的这把不知为大清朝立下多少战功的刀。我们对不起你这位14爷，对不起他呀。皇上能这样救下鳌拜，善待你的臣子，奶奶高兴。至于不能还他一个清白，这不是皇上的错。为君者不能不审时度势，暂时不可为的，绝不可为。这是为了天下，为了江山。可这不是事情的本来。皇宫朝廷主宰的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也必然留意着世界的阴谋与心计。对付他们，需要皇上的胆略与睿智。福全的事，皇上怎么打算？孙儿当然要救下他。你救下他，是因为怕奶奶伤心，还是因为他是我哥哥，孙儿绝不会杀了自己的亲哥哥。他这样做，你真的不记恨吗？人这一辈子，总有糊涂的时候。他既然能够悬崖勒马，能够听皇阿奶的劝阻，那孙儿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记恨他。看来皇阿奶和你的阿玛没有选错，你会成为咱们大清的好皇上。皇阿奶想说什么？可是作为好皇上很难啊。作为肯讲良心人情的皇上就更难。皇阿奶说的没错，孙儿现在就在两难的地步，既不能跟那些王爷们摊牌，又不能让他们想想，再想想，这些年皇阿奶老了，人情世情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很难再帮上你。皇阿奶放心，孙儿一
定会想出办法。九公，奴才在。备马。备马。朕要输出金库，出城走走，不要惊动那些讨嫌的侍卫。皇上，这不大妥当吧？皇上主政了，不比从前，不带侍卫独自出宫，这不大符合规矩。再说，宫外尽是些王爷们的眼线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又不定说出些什么来。朕才不管他们说什么。走。真是痛快！曹营亮九公，在，叫那些侍卫离这远远。是。皇上今日高兴，你们远远的跟着就是了，千万不要碍了皇上的眼。呀！袁公公，皇上吧。公子，这可怎么办？皇上万一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不是胡说。先不要惊动体育衙门，咱们分头去找。好，一个时辰之后，后宫们先聚齐。好。曹公子，你看，好像是皇上的坐骑。皇上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到我的府上来呢？可那门前是皇上的御马，兴许不是皇上的马吧？哎呀，我早该想到。明珠大人，告诉门外大内侍卫，让他们立刻收队回宫。就说皇上已然找到了。皇上的仁爱之心让奴才感动，请皇上不必过于忧虑。依我看，这些王爷们并不是一定真要杀二阿哥。那他们是？他们要借此给皇上一个下马威，向皇上征要更多的权力。皇上要走好2步棋，这第一步分而治之。分而治之。那这第2步棋？福全的事该结果了。怎么，皇上割了班布尔善的舌头，放了弼马，心软了？什么放我一马？他是羽翼未丰，不敢擅动吧？我看也是。只要咱们这帮王爷拧成一股绳，那是想天得天，想地得地，亮他也使不出什么招来。你呀，也别小瞧了他。恭请皇上圣安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各位臣工，朕刚刚主政，自然想效仿列祖列宗有所作为。但是朕德薄望浅，所以还望各位臣工各尽其职。从今日起，临朝听政成为定制，每日辰时之前，6部9卿必须到此议政。除3大节外，日日不辍。郑亲王波果多，奴才在。朕给你一份差事，做个代天巡守的钦差大臣，去三藩走一趟。一来送达一下朕对他们的抚慰之意，二来呢，也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。奴才一定尽心尽力。
请皇上放心。文郡王猛娥，奴才在。朕听说你很懂算学，朕想在宫里办一所蒙养斋算学馆，由你来掌管，好好引进西学，做出一番道理来。奴才孟娥，谢谢皇上。巡郡王罗克朵，奴才在。再过几个月就是朕的寿诞了，到时万国来朝，特派你全权代朕接待各国使臣。奴才罗克朵一定办好此差，不负皇上主望。好。杨九公，奴才在。宣爱新觉罗福全。这。皇上有旨，宣爱新觉罗福全上殿。臣福全叩见皇上。起来。谢皇上。福全，朕接到多位臣工的奏折，说你率兵进京，意在谋反，你可有什么话讲吗？奴才受人蛊惑，但从没有谋逆之心。二阿哥，5万兵马兵临城下，这难道还不算谋反之心吗？我福全从未想过要做皇上。这就怪了，二阿哥要逼皇上退位，自己不做皇上，要哪个做呀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各说各的理，朕自有分辨。杨九公，奴才在。宣纳兰信德。这。宣纳兰信德进殿。皇上，犬子重伤未愈。奴才纳兰性德，叩见皇上。起来，备坐。朕准你坐着说话。谢皇上。纳兰性德，朕听到福全被班布尔善挟持到军中之后，特派你前去劝阻。你现在就把当日的所见所闻讲给朕和诸位臣工听一听。是。奴才领旨之后，赶到了城郊外。中途与二阿哥相遇，那时的二阿哥的确不明就里，他以为皇上是听了小人之言要杀鳌拜，他以为关外的旗主们要趁机作乱，搅乱朝廷，这才答应班布尔善引兵入京保护皇上。后来太皇太后派出苏木尔嬷嬷讲明了真相，二阿哥立即偃旗息鼓，进城与皇上坦诚相见。不对，皇上。奴才听说二阿哥就是带兵进城的。纳兰性德，我还听说你当时箭伤在身，人事不省。那箭是班布尔善为了堵住奴才的嘴才下的狠手。就算是班布尔善下的狠手，你既已受伤，又怎么能够看到二阿哥偃旗息鼓和皇上坦诚相见呢？皇上，这件事情，奴才可以做个证件。讲。当时奴才正奉旨在城里巡查。因为皇上深信二阿哥没有谋反之心，所以虽然5万大军兵临城下，但城头并没有设法。二阿哥到了城前之后，苏木尔嬷嬷出城讲真相，二阿哥只带了10几个亲随拍马进城。当到了宫门前，他又并退了他的亲随，直身到了皇上面前。这一切都是奴才所见。说得好，觉乐，朕记得。当时你们都在朕的身后。解说，当时你也在啊？奴才是在，但奴才看得出，二阿哥是在太皇太后的威仪之下临时改变主意的，这不能说他没有谋反之心。
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言？朕认为你说的不是个道理。倘若福全真有谋逆之心，他5万大军兵临城下，离朕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遥，仅凭太皇太后一句话就能说动了他。依朕看，福全不但无罪，而且有功。真正有罪的是班布尔善之人。福全之所以一时受了蒙蔽，是因为他心中装的是我大清的江山，装的是我爱新觉罗家的万代基业。嫦娥、博格多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皇上圣明。于乐，你说呢？奴才原本也有疑惑，二阿哥平时为人敦厚，治人至孝，况且与皇上手足情深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现在听了明珠父子的政见，康亲王对二阿哥的确是冤枉。是的，就得让皇上。康亲王节书有话能够直言，也不为过。爱新觉罗福全，奴才在。朕念你尽心国事，平乱有功，晋封你为豫亲王。奴才谢皇上。福全啊，哎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往后啊可不能听人挑唆了。皇上能这么处置就不易了。孙儿也很感激他。做了豫亲王，就要有做王爷的样子，多读些书，少贪些玩，遇上机会就为朝廷立下几桩大功，这才是皇阿奶日夜盼着的。孙儿记下了。皇阿奶，嗯，孙儿还是想要下清歌。皇上已经处置了鳌拜，清歌绝不会再答应他。我知道还有那个纳兰性德，可他不过是个奴才。这件事就听皇阿奶的话，清歌已经做了我的干孙女儿，你们日后啊就与兄妹相称了。皇阿奶，二哥也在这儿。福全给皇上请安，在家里还施什么礼呀？好漂亮的花啊！这多好啊，看着都让皇阿奶高兴。皇上，我刚才和福全说了，兄弟同心，黄土变金。只要你们兄弟和和睦睦，天下就没有人是你们的对手。兄弟同心，黄土变金。皇阿奶说得好。福全，你就先回去歇歇吧。皇阿奶，我看他刚才的脸色怎么……还不是为了那件事？为了青哥，皇阿奶没答应他。我想问问皇上的意思。我明白皇上也有这份心。嗨，青哥如果只是一个汉人女子也就罢了，可以先编入汉旗，再娶入宫中。可她是前明将领的后代，又是鳌拜的养女。皇上刚刚主政，正是掌威望的时。是啊，朕知道，眼下是万万不能，那不如就给了二哥。皇上不能娶她，福全也绝不能娶她。难道皇阿奶是要把她给纳兰性德？真给了她，皇上心里也放不下。真让皇阿奶说对了，青哥怎么会钟情纳兰性德？纳兰性德怎么会敢跟我争女人？孙儿始终想不通。想不通就不要再想了。一个和皇上争女人的奴才，皇阿奶不会顺了他的心。皇上，你可要好好当心自己的身子啊！我听说这些日子你忙的，饭也吃得少，觉也睡得少，长久下去啊，可不得了啊！要想做个好皇上，要学的要做的是不少，可历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。孙儿听苏沫嬷嬷说，青哥正在带发修行。女孩子家心血来潮，当不得真。我已经想好了，
先扶他做亲哥哥，将来有个好人家，再把她嫁出去。呀，皇上，你看看多好的花啊！是孙儿失手了。孙儿刚刚想起一个还没有看完的折子。那皇上快去忙去吧。孙儿告退。老祖宗，皇上刚才不是吐了口要把青儿给二阿哥吗？老祖宗为什么？嗨，咱们皇上天生多情，又冲动好胜，如果要想福全平平安安，让我们兄弟俩和和睦睦，就不能再立下青儿这堵墙了。还是老祖宗想得远啊！老爷到了。老爷，您慢点。哦，来了来了。王爷，府门外来道喜的大人们来了一波又一波。告诉他们，我这里无喜可到，让他们回去。这。青儿已经做了我的干孙女，你们日后就与兄妹相称。王爷，我听着，把这些花通通给我送到府外去。送给谁啊？谁喜欢就让谁拿走。我不想再见，我不想再见他们。是王爷。钟奴才说句话，您这么一天到晚在府里郁闷着，早晚会伤身子，出去走走吧。那天奴才见王爷骑在战马上，真是威风，不如去南城外打打猎，那可是舒心解烦的最好法子。王爷，安亲王来。他来干嘛？不见。这。王爷，安亲王得罪不得，我去帮王爷婉婉转转的回来吧。这。王爷，真不凑巧，二阿哥昨晚受了夜寒，他说了，得空去府上看望您。那我就不叨扰了。二阿哥答应了，明儿个去南院。回府。皇上，也和你扯几句闲篇。这汉人的四书五经，你都读过多少？都读过，学问不浅啊。孔圣人有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？圣人说的自然有道理。温故而知新，书是要翻来覆去的读，越读就越喜悦。那恐怕说的是圣人。奴才小的时候读书，可没少挨过板子。是啊，10年寒窗10年苦读，哪来的不亦乐乎？哎呦，纳兰公子，您大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皇上起来了吧？瞧您问的，自打皇上主政以后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批折子。现在曹公子正在里头陪着呢。哎，
奴才纳兰性德叩见皇上。真不是让你在家好生休养吗？你怎么就来了？奴才知道宫里事情多，躺也躺不住。好，来的正好。朕正跟曹寅说，这圣人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？朕想听听你的高论。奴才以为圣人说的极是，不过这“学而时习之”的习，不是温习、复习之习，那是什么？是习练之习。也就是说，从圣人书上学来的东西要去做，做了之后才能知道所学不谬，知道所学不谬，心里就会觉得喜悦，也就是不亦乐乎了。好，批解的好。读书不能读死书，先知而后行才是真道理。该你了。皇上，听政的时辰到了。好，走。哎，乐乐今儿又告假了吧？是，乐乐王爷告的是长假。猫起来就有鬼，说不定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了。王爷，于王爷已经出了王府，朝南边来了。把那些奴隶也不回赶进猎场，让他打个透。撤！我备马。王爷，不要累坏了身子，那边有口泉水，坐下歇歇吧。好，打这死人头。二哥，哎呀，我出城走走，听说二阿哥行猎，就来凑个热闹。刚刚看见你那威风的样子，一下子让我想起太宗皇帝，那身姿，那气势，简直就如同一个人。怎么样，猎物不少吧？我家王爷不大功夫就猎了3只麋鹿，5只野兔，还差点伤了一头黑熊呢。好，英雄，实在英雄啊！叔叔过奖了。来，我带了些酒菜，咱们一起喝几杯。好，走。哎，请。叔叔请坐。好，你也坐吧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这酒是不可少的。二阿哥得了誉王的封号，当干一杯。来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二阿哥未必把这个头衔放在心里。说起来，也就是一念之差，不然这坐在乾清宫里的就是……叔叔，咱不提这话。我是敬佩二阿哥的为人呐。往后二阿哥心里有什么郁闷，咱们就借这杯中酒说个痛快。俗话说：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”人生的路长着呢。叔叔是以为我真的要争这个皇位？哪里，后宫的事儿我早有耳闻。鳌拜的女儿青儿也曾到我府里去过，那真是个绝色的姑娘。无情未必真豪杰，可是再大的英雄，也争不过皇上。皇阿奶说了，青哥不会给我了，也不会给了皇上。不会给了皇上？嘿嘿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我看这姑娘，早晚是皇上的人。二阿哥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有些日子没打猎了。走，我陪你打一遭。哎，这2天你可不知道，皇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也不知道哪来的精气神，什么折子都自己看，什么事都自己问，光是每天召见大臣，就有个7、8件。皇上是个有抱负的人，这咱们早就看得真真的。可是把我熬得要死要活，晚上没得睡，早晨没得歇，你瞧瞧我，都瘦成什么样了？哎，朝廷上有什么大事吗？你不知道，
我怎么会知道？明珠大人在家，我阿玛从不跟我提朝廷上的事。他是忙的吧？四府城没了，现在朝廷慢慢就变成你阿玛和索额图的天下。他们各吹各的号，各拉各的人。哎，我这么说，你可千万别生我气啊！兄台，我真不明白，咱们两个算哪门的事儿？你指的是什么？皇上主政，咱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想当初，皇上是怎么答应咱们的？说日后咱们就是他的股肱之臣。可现在呢，完全不提了。哎，也不知道这个侍卫要当到什么时候。不行，我得哪天找皇上说说，凭什么索额图连升3级，就不能给咱们两个差事干呢？啊？你说呢？兄台，不能再等了，眼下正是皇上用人的时候。万一皇上把咱们俩给忘了呢？皇上可不是健忘的人，除非皇上就没把咱们当自己人。我看这件事还是不要操之过急，皇上必定有皇上的用意。算了算了，你不去我去。哎，两位怎么溜这儿来了？皇上正招纳兰公子后头陪驾呢。贵主人慢着点。嗯。惠嫔娘娘，表兄的伤好些了没有啊？好了，谢娘娘惦记。纳兰公子，皇上。你都看到了吧？朕对惠嫔说了，只要她能生下小阿哥，朕就晋封她为贵妃。如果惠嫔生下位格格呢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奴才只是担心，只是希望皇上能善待惠嫔娘。你什么时候看见朕没有善待她了？再说她是朕的女人，用不着你在朕面前说三道四。奴才知道，可是奴才不能不讲。惠嫔娘娘是奴才的表妹，是奴才最牵挂的亲人。恐怕你最牵挂的亲人不止她吧？还有青哥儿。皇上，为什么你总要寄情于朕喜欢的女人呢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奴才和惠嫔娘娘两小无猜，可奴才知道，只要她入了宫，我们就只存了一份兄妹之情。奴才和青哥儿相识相近，可是为了皇上，奴才又不能不一次一次伤害了她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即便是个奴才，也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心。也许这些大不敬的话会惹怒了皇上，那就请皇上处置吧。你说的都是实话。既然都是实话，朕就没有责备你的理由。何况你近来对朕是有功的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不错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朕也是人，朕也不能不为一个情字所困。你知道朕的心意。奴才知道，皇上深爱着青哥。依你看，朕会取下他吗？奴才不好讲。怎么不好讲？如果我说皇上会取下他，这不是奴才的心里话。如果我说皇上不会取下他，也许会被看作我纳兰性德仍有不死之心。又被你说中了。朕自醒世以来，真正爱过的女人就是她。朕原以为，身为帝王要想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，是何等的容易。但是朕错了。
他的身世，不得不让朕陷入一个两难的抉择。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盼到了君临天下的一天，却不得不割舍一份刻骨铭心的情来。朕看得出，你对他的确没有死心。奴才无言答对。你还爱着他，可你知道他还爱你吗？你跟朕来。皇上，青格儿叩见皇上。快起来。请皇上和纳兰公子屋里用茶。上茶。流水下山非有意，片云归洞本无心。人生若得如云水，铁树开花便借春。青格儿，这是出自你的手笔吧？是我学书的。果然是才女啊！皇上请用茶，公子请用茶。朕听皇阿奶说你搬到了这儿，早就想过来看看，只是诸事缠身。皇上心系天下，这里本不是该来的地方。青格儿，你还在记恨朕？青格儿的心里只有佛祖，只有修行，其他的事情早已经忘记了。可是学佛是一件很难的事。青格儿知道，佛家有云：人有20难，好鬼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忍色忍欲难，被辱不嗔难。你既知道难，又何必这样肝淡薄、守孤寂，伴着这些孤灯黄卷呢？我的生父早已西去，养父虽生如死，也许这都是青格儿前世的孽债。我在这读经读佛，也是想洗脱心里的罪孽。可你也应该为你自己想想，你就甘心让这花季之年？那个花季之年的青格儿，早已经不见了。皇上，我在这住是老祖宗的恩典，老祖宗准我带发修行，青格儿心里自是感激不尽。只是修行就要清净，皇上今后就不必来了。朕就不信你对这尘世没有些许留恋。这世上不乏爱你的人，也不乏值得你爱的人，朕不忍心你就这样。皇上的心意，青格儿心领。青格儿还要修读佛经，就先失陪了。纳兰信德，你怎么不讲话？爱莫大于心死。对于一个心死的人，奴才有口难开。总有一天，朕要让他死去的心活过来。公子，老夫人正在等您。额娘，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看你这身的土。额娘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来，坐下，坐下。是有一件大事好事，额娘要告诉你。
额娘为你说了一门亲事。哎，是兵部侍郎卢兴祖的女儿。我不管是谁家的女儿，求求额娘，儿不能害了人家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什么叫害了人家？娶一个儿子根本不爱的女人，我不快活，她也不会快活，那就是害了人家。胡话，连面都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不会爱上她？你阿玛说了，这位姑娘相貌端庄，举止贤淑，是个名门闺秀。儿不要。儿子，额娘知道，你的心现在还在慧儿身上，可是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得回来吗？再者说了，人家现在是惠嫔娘娘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跟她藕断丝连的话，那是要掉头的。好儿子，好好收收心吧，啊！千万别走火入魔的再钻牛角尖儿。自当是为了额娘，也别胡思乱想了。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。额娘不，额娘我老爷，你好好说说你的儿子吧。什么事儿啊？那门亲事啊，哎呀，我真没有办法说通他。儿事无所成，不想这么早婚娶。事无所成，就不娶妻生子了。回屋好好想想去。去吧。嗯。阿玛，儿有几句话想对您说。说吧。儿听说，近来阿玛有结朋党之嫌。是皇上跟你说的吗？不是皇上，是儿听到了朝臣们的议论。哼，别听小人之言，儿自己也看在眼里。随着阿玛官升首府，咱们府里也越加高朋满座。今年阿玛的生日，那些寿礼多得数也数不清，而且，据儿所知，6部之中多少要职都是阿玛任用的亲信。那又怎么样？所图安插的人，比我还要多呢。可这样做，不是良臣所为啊！闭嘴！朝廷的事你知道多少？索图乘着他阿玛的余荫，早就结了一批死党跟我作对。他的侄女就是当今的皇后，难道你想让你阿玛败在他的手中吗？阿玛，别人还以为你在皇上的身边，我会有个得力的帮手。可是你只知掣肘，你什么时候帮过我？儿说这些话就是在帮阿玛。一个朝廷倘若陷入朋党之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出去，出去！人生若得如云水，铁树开花便见春。庆哥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为什么不能带你远走？为什么一定要守着不变的信条？你手中敲打的命运，就像是敲打着我的心。皇上，奴才国不得复旨。你从三藩回来了？
昨夜刚刚到京。三藩情形如何？今年风调雨顺，民生尚和。奴才向他们转达了皇上对他们的抚慰之意，只是皇上看看这个。这是吴三桂私铸的钱币，还不止于此。由于民生尚好，风调雨顺，吴三桂增加了田赋。另外，近期又自行任免了不少地方官员。私铸钱币，还私加田赋，这不就是凌驾于朝廷之上啊？平南王和靖南王两方劣迹也着实不少。广东尚可喜，霸占盐田，垄断盐业；福建耿劲忠勾结海匪，行商通私。这三藩也太胆大包天了吧！皇上息怒，越在这个时候越要分外谨慎。奴才以为朝廷可以派专员到三藩去，对其不法之为给予警示。索大人也过于天真了吧？三藩走到这一步，绝不是靠劝说所能了事的。那你说怎样？皇上，奴才看皇上亲政不久，万民尚未归心，此时再行怀柔之策，三藩会更加嚣张，百姓也会误认为皇上软弱，所以奴才认为三藩必撤。不可，皇上千万不可轻言撤藩，这如同点燃药桶，会惹来天大的麻烦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麻烦再大，也要该断则断。明珠大人，你不要这样蛊惑皇上，莽撞从事。皇上盛行独断，岂是我明珠能够蛊惑得了吗？哼，倘若不是蛊惑皇上，你就不该轻言撤藩。娱乐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奴才此事非同小可，奴才还没有思索清楚。那你们呢？你们有什么拙见？皇上，臣以为索额图大人言之有理，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是啊，天下国为生，民为安，事事都要小心呐。皇上，臣以为明珠大人说的有理，三藩好比剑夫之上的疥疮，一日不治，更甚一日。皇上一威已定天下，明珠大人之言才是上策。对呀，就是该撤嘛。严旨。曹公子，您这是？伺候皇上2天了，回去合个眼。各位大人刚刚散朝啊？是啊，曹公子，我们几个正有件事想求曹公子。什么事儿能求到我头上来啊？刚才廷议说起撤藩的事，明珠大人高瞻远瞩，可索额图大人却大唱反调。我们担心皇上会听了他的话，所以想请公子在皇上面前。我只是皇上身边的一个侍卫，这朝廷上的事儿我哪管得了啊？哎，不然，谁不知道皇上把曹公子视为家人，曹公子的话可大有轻重啊。那这事儿就容我思忖吧。曹公子，若肯赏脸的话，我们2个想请公子去会仙楼小酌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走，请。哎，曹公子，听说那位纳兰公子在皇上面前也很得宠啊。凭曹公子与皇上这份渊源的纳兰公子占不了什么。哎呦，公子当心啊！公子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曹寅，曹公子。对不住了，前面就是鹤年草，那你专去跌倒受伤的芒种，我们送你去治伤。曹公子，奴才背你进去。这是谁的府邸啊？你们是谁啊？哎，什么啊？公子别问了，马路就在里面，咱们治伤要紧。放我下来！啊！公主不搭了，请放心。啊！你们家老爷究竟谁啊？公子，你猜猜呢？就凭这样的摆设，官职应该不下2品吧？索大人，赔罪呀，赔罪！撞上公子的
是我府上的2个家奴，公子放心，我饶不了他们。伤及点皮肉而已，不碍事。你看，没事了。哎呀，这就好。啊，我备下了1壶薄酒，给公子压惊呢。这怎么好打扰索大人？哎，公子不要大人的。这些日子可是咱们一起陪皇上走过来的。来人，把酒菜摆上来。来，干！我的家奴撞上公子，这杯酒……哎，不必再提赔礼的话。若不是这个缘故，我还难得到索大人府上讨杯酒喝。这话怎么讲？公子是我请也难请来的贵客啊。皇上近来还好啊？还好。我这官儿是做大了，可是，在皇上身边的时候就少了，就劳公子替我多尽孝心吧。啊，这是自然了。哎，索大人进宫并不比我早啊，如今官至忠臣之首，我曹寅还是个小小的侍卫。老天偏心呐！非也，不是老天偏心，那是什么？是公子没有看出其中的因由啊。好，请索大人指教。平心而论，为了归正给皇上，咱们可都是立下功劳的。正因为这份功劳，我索额图才有了今天。而公子没有升迁，全是因为你那位挚友的牵连。纳兰。此话怎讲？他的阿玛明珠一步登天，这惹来朝中不少议论。皇上自然不能再把他的儿子拜为重臣。你们俩在皇上身边不分伯仲，不能封他为官，也就只好委屈公子你提救了。啊，另外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索大人请讲。纳兰性德和其父内外呼应，绝对是块挡路的石头啊！他若有一日成了皇上身边的魏征，可就伟大不掉了。在皇上身边，切不可存妇人之仁。这世上没有不讲厉害的朋友，公子可要三思啊！奴才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这个时辰，整个北京城都还在梦里头呢。皇上也实在太辛苦了。勤政乃君之大本，荒诞乃亡国之源。真是一天都不敢松心呐。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吗？哦，还是些三番的事儿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到现在朕也没看到一个真正有见地的折子。纳兰呢？他哦，还没到他当值的时辰。在皇上身边，切不可存妇人之仁。这世上没有不讲厉害的朋友，公子可要三思啊！皇上，纳兰这些天有件心事。什么心事？他说不好对皇上讲，他不想再在宫里伺候皇上。他说皇上答应过他要重用他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是想让朕要官职吗？奴才想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呢？我可舍不得离开皇上，只要皇上不撵奴才走，奴才愿意一辈子伺候皇上。奴才纳兰性德给皇上请安。
阿兰，对于昨天殿上的争论，你有什么鉴定吗？说呀。奴才为阿玛惭愧。怎么讲？阿玛得皇上知遇之恩，本该涌泉相报，不想却这样。说下去。奴才想，三藩的事情虽大，皇上的当务之急却是要整肃朝廷中的朋党之风。我的阿玛与索额图大人明争暗斗，朝臣们又各投其下，这样下去，会误了大事。你跟你阿玛讲了吗？讲了，他不以为然。朕也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们各抒己见，朕才能兼听则明啊。不，这绝不是皇上的心里话，这是皇上的御臣之术。皇上是要用他们的争斗来相互制约，可是这会助长群臣依附权势、见风使舵的邪气。你就是这样来揣度朕心的？奴才是肺腑之言。好一个肺腑之言！你竟敢说朕助长群臣依附权势、见风使舵的邪气！看来朕这乾清宫也容不下你纳兰性德了吧？奴才不敢。朕知道没有你纳兰性德不敢的事情，你都敢向朕要官职。奴才没有。你没有说，但是你心里面没有这样想吗？你有点芝麻大小的功劳，就想向朕伸手要官。奴才对仕途从无野心，不过眼下正是用人之际。若是皇上让奴才为官，奴才也必能胜任。你能胜任什么？皇上可以给奴才一块穷乡僻壤。你把做官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几句圣人言就能做个好官吗？大清朝的官员哪个没有出身，哪个没有功名啊？奴才是因为进宫半价，才没有科考。如果皇上恩准，奴才可以辞去侍卫之职，奴才一定能在明年科考，考取功名。如果你考不取，那奴才甘愿与师叔为伴，为世人留下些能记住的章句来。你宁愿闲居在家，也不愿意在宫里做朕的侍卫了？不，我只是在回答皇上的问话。好，那朕就先告诉你，只要有朕在，就别想考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怎么样？说下去。皇上要是如此心胸，就不可能成为千古明君。你说什么？朕明白了。你以为拿着朕给你的免死诏书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，可以目无君主、目皇上，是吗？奴才原以为，在皇上面前是可以袒露心扉的，所以才说了这些话。奴才从不为此，请皇上收回就是了。收回？朕做过的事情从不后悔，是想拿这个来奚落朕吗？不，奴才只是想说，如果奴才犯下该诛的大罪，不要因为这道免死诏书阻挡了皇上。兄台，如果奴才的话触怒了皇上，现在请皇上治罪吧。好，你这是自讨一死。来，把这个该死的东西给朕拿下！皇上，纳兰有口无心，皇上息怒啊！二位大人可有手传的雅兴啊？长哪？最近可有什么要紧的折子？纳兰性德闯下大祸，让皇上给拿下了。公子确有办法。不，我们毕竟朋友一场，他还曾多次救过我，我怎能下此狠心？是他自己惹祸上身的。究竟是场什么祸？他向皇上讨官，还当着皇上的面把那份免死诏书给烧了。免死诏书？什么免死诏书？在捉拿鳌拜之前，皇上给我和纳兰信德各赐了一份免死诏书。谁会想到，他竟然当着皇上的面把他给烧了，烧了御赐的免死诏书。天下竟还有这样的人呢！这是他那一身傲骨，要了自己的命。不过，皇上像是会饶过他。怎么讲？皇上让我去看看他有没有服罪告饶，还要我去告诉他阿玛。兄台，
兄台，子清，皇上为什么说我要伸手要官？莫非是你？嗨，是你自己上了皇上试探的圈套。皇上说一句话，你就顶回一句，倒像是你自己有一肚子气，要向皇上发出来。我是有气，是有股不平之气，可这气生的是我自己。你自己？我害了2个女人，害得她们一个万念俱灰，一个长门也恨。当初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尽忠报国才做下的选择。如果现在不能做个征臣，不能为国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，我还要这条命做什么？兄台，你太认真了，话总可以慢慢讲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是皇上让我来看看你是否有悔改之心的。我无悔可改，我说的都是为了皇上。皇上刚刚主政，本该在朝廷上立正气、去邪佞，可却沉湎于臣子们的奉迎，对朋党之斗默不作声。我纳兰性德看在眼里，就不能不斗胆直谏。你太执拗了，你这样让我如何回去回复皇上？我这些话，你只管照直回就是了。你呀，皇上，奴才认为纳兰那小子脑子一定出了毛病。皇上听那些话，可千万不要动怒啊！那你以为朕是该杀了他，还是该饶了他？他将免死诏书烧掉，那是忘恩负义，愧背皇恩，论罪当死。朕可听说他是你的挚友啊！奴才是以皇上和国法为重，要朕杀了他？朕原以为你会替他求情呢，可朕不想杀了他，因为他在朕面前不像你察言观色、吞吞吐吐。哎，奴才，朕没让你跪，朕只是说在朕面前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。是啊，他是烧了朕的免死诏书。可是他为什么烧？朕也是刚刚才想明白。因为他不居功自傲，他不拿着一道保命符去胡作非为。你说朕说的有道理吗？皇上圣明。那你不想学学他呀？免死诏书是皇上赐给奴才的荣耀，奴才一定把它当传家宝一样，世世代代感激皇上。行啊，那你就留着吧。也许真有一天，他会保了你的性命。那奴才传旨下去放了他。他不服软，朕怎么放他呀？皇上说的是，这样的大不敬，没有个说法，太不成体统了。不过，要让他服软，怕也难。不难。朕知道，在他心里边还有个孝字在拴着他。阿玛，殿上，干得好事！阿玛闹到这地步了，容易吗？你不叩谢天恩，反而触动皇上，而不会阿谀奉承。皇上既然有问，而只有直言。你想到咱们全家上上下下吗？你想到含辛茹苦养育你的额娘吗？如果你被皇上治了罪，阿玛就是众矢之的。你这是成全苏贺图，让他一手遮天。这个时候，阿玛想到的还是和他争权夺势。没有权势，就是奴才的奴才。阿玛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毁在这权势二字上。阿玛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哼！你额娘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昏死在地上。你可以不顾你自己的生死，你能不顾阿玛和额娘的生死吗？你要还有一点为子的良心，跟着阿玛走。去哪里？见皇上。皇上，明珠来了。皇上，
奴才有罪，奴才教子不严，愧对皇上对奴才一家人的恩典。孽长，还不快进来，跟皇上赔罪！奴才冲撞了皇上，恳请皇上恕罪。把戒具去了吧。纳兰，你把刚才的话再对朕说一遍。奴才冲撞了皇上，恳请皇上恕罪。朕希望这是你的心里话。皇上，这是他的心里话。他刚才跟奴才说，他已经追悔莫及了。纳兰性德，你知道朕把你留在身边，而且重用你的阿玛，是顶了多大的沉重啊！你一家的先祖是叶赫金台吉，而金台吉则是太祖皇帝势不两立的敌人。你纳兰性德的母亲又是前朝阿基格的后人，这阿基格是多尔衮的哥哥，是曾被抄杀的罪臣。朕顶住非议，才将你阿玛晋升到了重臣之首。皇上，奴才有事不忘皇恩。起来吧。朕说这些话，就是想让你儿子明白，朕不是个黑白不分的昏君。纳兰性德，你回答朕，朕在宫中亏待你了吗？可是朕没有想到，你竟敢开口向朕要官，你竟敢指责朕的御臣之道，你竟敢不分尊卑，恶语抗上。皇上，奴才绝对没有不敬之心。孽长，你还敢再说？奴才知罪就是了。皇上，我这就把他领回家去，对这不忠不孝的逆子用家法处死。朕要想让他死，他都死了几回了。皇上，但是朕的脑袋恐怕也有了毛病，一个大不敬的罪就可以要你的命，但是朕偏偏起不了杀你的心，因为你是和朕曾经患过难的兄弟。既然你去意已定，朕也不勉强你。你不是想要参加科考吗？如果你能考中，朕自然会给你官职；如果你考不中，就永远不要再进这道宫门。皇上今日的话，奴才会永远刻在心里。奴才确实顶撞了皇上，谢皇上不杀之恩。朕知道，你是在尽孝道。不，宁珠，奴才在。你生了一个有才有智的好儿子，但是你若放任他的狂傲不羁，迟早有你后悔的一天。皇上，回家以后，我一定严加管教。报！启禀皇上，太皇太后懿旨，请皇上携纳兰性德前往慈宁宫。什么事？奴才不知。奴才绝对没有把这里的事儿告诉老祖宗。明珠大人，情形恐怕不妙，大人要快想办法呀！这闹到慈宁宫，谁能有办法呀？这个病，快气死老夫了！谢谢公公。太皇太后，不要责怪皇上，这一切都是因那纳兰性德所起，皇上只是过于宠幸他了。恃才傲物，这样一个小东西在皇上身边，是让我这心里不踏实。老祖宗，皇上来了。奴才还是暂且回避吧。孙儿给皇上来请安。奴才索额图叩见皇上。皇上，有件事我要问问你。皇上，请讲。听说皇上写下过2道免死诏书。是。当时，孙儿被纳兰和曹云的忠心所动，所以就赐给了他们。几位先帝爷做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孙儿没有考证过。孙儿只是以为自己是皇上，
就可以标新立异，人所欲为。纳兰性德不过是个小小的侍卫，凭什么给他这样的殊荣啊？开国至今，多少亲王大臣为我大清立下过赫赫战功。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他们又会怎么想呢？普天之下，功劳比他大的人有成千上万。难道皇上要给每个人都写下一道诏书不成？孙儿的确是心血来潮。随心使性从来就是为君的大忌。我没想到皇上主政才几天，就做出这样糊涂的事情。太皇太后，这实在不能都怪皇上，是奴才没有尽到为臣之责，拖累了皇上。闭嘴！朕在和皇阿奶讲话，用不着你插嘴。出去。去吧，把纳兰性的那个小东西叫来见我。这。惠主子，伯伯快请起！没有皇上的旨意，这不是伯伯能来的地方。我是为你表叔的事，急昏了头啊！在整个后宫，只有惠嫔娘娘是我能求到的人。为了咱们一家人，为了你表兄，娘娘，快想个办法吧！伯伯对宫里的事情知之不多，老祖宗疼爱皇后，就是因为皇上常来这储秀宫。我若出面，不但难求得老祖宗，恐怕还会惹出皇上的记恨来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伯伯快起来，你先回去，让我再想想办法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奴才叩见太皇太后。第几次来我这慈宁宫了？奴才是第2次到太皇太后面前领罪了。好记性。听说你这次骨气不小，竟一把火烧了皇上赐给你的免死诏书，有这回事吗？有。别说是皇上的诏书，就是皇上写下的只言片字，我也没听说过有谁敢烧了它。你既是才子，我倒要问问你，这该是个什么罪名啊？这是对皇上大不敬。怎么处置？力斩。皇上听到了吧？他不糊涂，还不成全了他？皇阿奶，孙儿以为他烧了免死诏书是想让孙儿按律处置他，也许这正是他心胸坦荡，可以宽宥之处。苏沫儿，你听听，我看这小东西不糊涂，咱们皇上倒有些糊涂了。皇阿奶，来人呐！把这小东西给我拖出去。苏沫儿，给我召刑部尚书进宫。是。皇阿奶。惠主子，请您回去吧。卿哥哥正在读经，这时候是谁也不见的呀。不，我必须要见他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主子，您就别再难为奴婢了。卿哥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呀。主子，请您回去吧。纳兰公子命悬一线，我必须要见他。惠主子。青哥儿，给惠嫔娘娘请来了，快起来。青哥，纳兰公子他又得罪了皇上。青哥已是心如止水，娘娘什么都不必说。不，我一定要说。纳兰公子对妹妹一片真情，现在他又惹下了杀身大祸，在老祖宗面前，只有妹妹你才能求下这份情，妹妹不能弃之不管啊！快主子，听慈宁宫的人说，太皇太后已然宣刑部尚书入宫了。主子。娘娘，不要着急啊！娘娘，妹妹，求求你，救救她！皇上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这次没人能救得了她。可是孙儿不明白，纳兰性德烧的不是圣旨，是可以救他性命的免死诏书啊。他是有罪，可是罪不至死，
华奶为什么非要逼着孙儿杀死他呢？糊涂！要杀他的不是你的华奶。朝廷上的情形我知道的清清楚楚。索图与明珠两大权臣各不相让，如果皇上放过了他，就会受人疑柄。日后，孙儿知道，都是索图在搬弄是非。孙儿绝饶不了他。我刚刚对你说过，随心使性是为君的大忌。孙儿没有随心使性。索图是佞臣吗？恐怕皇上也不怀疑他对我大清的忠心，何况他是皇后的亲叔叔。这满朝文武至少有半数是出自他索家的名下。皇上刚刚主政，若是连他都不用，还有人可用吗？我知道皇上也喜欢纳兰性德的才气，可他是明珠的儿子，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这次犯下这样的大罪，索图一派怎么能放过他呢？如果皇上肆意而为，就不能不惹下天大的麻烦。是孙儿虑事不周了。